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，来看3月28礼拜六开出来号码0609111617。继续来看3月30，但只提供5粒参考码数，还有号码，互大家看卖啊。3尾参考号码03，7尾参考号码07，4尾参考号碼14，1尾參考號碼31，2尾參考號碼32，03、07、14、31、32。以上這5粒號碼，互大家參考看賣啊。感謝收看。